各位，我問你一個問題：假設你住嘅屋苑隔離7棟大廈全部燒到黑麻麻、焦頭爛額，但係得返你自己間屋完好無缺，市正靚仔，連塊玻璃都冇爆過，你話呢一刻你係咪應該彈起身大聲嗌我真係好好彩？錯，因為你周圍全部都係廢墟，日日朝早起身望出窗，見到嘅唔係靚景，係7棟燒到燶晒嘅大廈，好似7個老友問你：師兄，你幾時走啊？原本8棟大廈夾份負擔嘅消防系統、中央石油氣、水電設施，依家7棟都燒晒，所有問題全部跌落宏志國業主身上。重建要幾錢？冇人敢開口講。法律程序幾複雜，律師自己都要諗一諗。你間屋冇燒過，但係你係全屋苑最頭痛嗰個。呢個就係大埔宏福苑宏志國業主嘅真實處境。政府用68億買晒其他7棟，但係宏志國，對唔住，你冇燒過，唔關我事。業主當場呆咗，原來喺香港燒唔到你都係一樣咁慘。時間返去2025年11月26號，大埔宏福苑嗰一晚，一場5級大火將成個屋苑燒到天都紅埋。5級火係香港消防最高級別，即係話消防員睇到呢個火都要深呼吸一啖先入去。8棟大廈 A 座、B 座、C 座，火係咁咬落去，一棟接一棟，最後點啊？7棟燒到剩返骨架，烏漆嘛黑，慘不忍睹。唯獨係最尾嗰棟宏志國，即係 H 座，神奇地完好無缺，好似打仗嗰陣，周圍戰友全部中彈，得返你一個人毫髮無傷，企喺度唔知係應該慶幸定係擔心。火災之後，居民流離失所，喺臨時安置嘅地方捱日子，等咗足足3個月，政府先至喺2026年2月21日宣布斥資68億收購受災嗰7棟大廈嘅業權，幫居民搬走，唔使日日對住廢墟過日子。3個月喎，唔係3日，係3個月。不過遲到好過冇到68億喎。居民收到消息，大部分都鬆一口氣，終於有着落啦。但係宏志國嘅業主呢，佢哋企喺度睇住政府幫7棟鄰居搞掂晒，然後政府轉過頭望都唔望佢哋一眼，話你哋都冇燒到，唔關我事。業主當堂愕然，口都唔識合埋，即係話成條村遭水災，政府賠晒所有村民損失，得返你一個人因為住山頂冇浸親。政府話你冇浸過，唔關我事。但係你落山嘅路已經沖晒，你點落山？宏志國表面上完好，但係實際上佢哋嘅處境係個殼靚條命苦。試下想象，你間屋完好，但係消防系統燒毀咗，中央石油氣燒毀咗，水電設施燒毀咗。因為呢啲設施本來係8棟大廈共用嘅，依家7棟都係廢墟，你一棟點共用法？自己整要幾錢啊？天文數字。仲有7棟大廈遲早要拆卸。拆卸工程日日塵土飛揚，噪音震天，你住喺隔離，唔知幾時先拆完。所以宏志國嘅居民開始頂唔順，成班人行出嚟要求政府：我哋雖然冇燒過，但係我哋一樣好慘㗎。政府你幫唔幫我哋？呢個訴求聽落去好合理，但係政府嗰時一於少理，因為宏志國冇燒過，喺法律上、程序上根本冇理由動用公帑去收購一棟完好嘅大廈。於是業主同政府就咁僵住，一僵咗幾個月。好，依家我哋要認真講一講宏志國到底係有幾慘。表面上佢係不幸中嘅大幸，全場唯一冇燒過嘅大廈，企理企喺度，業主間屋完好無缺，影相都好睇。但係實際上呢，佢係大幸中嘅不幸，即係話你張彩票中咗獎，但係獎品係一個要自己負責搬走嘅2手雪櫃。仲要係5樓冇升降機嗰種。首先講消防系統，宏福苑當初設計係8棟大廈一齊嘅建築群，消防系統、中央石油氣、水電設施全部係共用嘅。依家7棟都燒晒，呢啲設施自然一齊玩完。宏志國一棟樓要自己重新搞返呢啲設施，費用係幾多？政府話複雜程度超乎預期，即係用官方講法係貴到你唔敢問。仲有大廈2/3外牆仲未鋪砌紙皮石，要開闢緊急車輛通道，林總總加埋，政府估計今年內完成所有工程嘅機會係極微。極微係幾微？
即係買六合彩中頭獎都仲易過佢今年完工嗰種命。跟住講地契同大廈公契呢樣嘢，普通人聽落去可能覺得係法律術語，悶到瞌眼瞓。但係我話你知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噩夢。宏福苑嘅地契同大廈公契，當初係根據8棟大廈一齊存在嘅法律基礎訂立嘅。依家7棟大廈要拆卸，得返宏志閣一棟，業權份額、管理份額全部都要重新計過、改過、簽過。呢個過程涉及幾多律師、幾多文件、幾多時間，冇人知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律師費肯定唔平，而且係嗰種打開報價單，你要深呼吸3次先敢睇落去嗰種唔平。仲有管理費同維修費。原本8棟大廈夾份，大家分擔仲頂得順，依家7棟都冇晒，得返宏志閣200幾戶。所有公共地方嘅管理費、維修費，全部由呢200幾戶業主承擔。即係話，本來8個人夾份叫外賣，依家得返你1個人埋單，而且係8個人份量嘅外賣，食唔晒都要俾錢，點算好？最後亦都係最心痛嗰樣嘢，單位價值。試諗下，如果你係買家，你會唔會買一個周圍都係廢墟、隔離日日拆樓、管理費貴到飛起、設施殘缺不全嘅單位？唔講你都知答案係咩，係嘛？所以宏志閣嘅業主，就算佢哋唔想賣，將來想賣嘅時候，都會發現個市場反應係宏志閣咪搞，單位貶值幾乎係100%嘅事。所以你話宏志閣業主係慘定係唔慘？間屋冇燒過係好事，但係住落去係噩夢，唔住又蝕底，賣又賣唔到好價。呢個就係宏志閣業主嘅兩難，留低日日對住廢墟、噪音灰塵，心理陰影，管理費貴到喊，唔住但又唔賣，間屋空置，業權問題一大堆，費用照交，賣周圍全係廢墟，冇買家想要，賣得出都係蝕大本。3條路，條條都係死路，分別只係死得快定死得慢，死得難睇定死得體面啲。多謝你陪我睇到最後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幾好，想請我飲杯咖啡，掃呢個 QR code 或者撳留言置頂嘅鏈接，一杯咖啡就當俾我充返啲電，繼續拍落去。呢度係黃先生戲院，多謝各位入場。今次故事就到呢度，散場啦。